外灘曾經有12條車道，車水馬龍，擁擠不堪，行人步行體驗很差。當時，延安高架路還有條下匝彎道直抵外灘，是為提高車的通行效率而建。結果意想不到啊，汽車開到了延安路，下到中山東一路啊，所有的汽車司機都放慢速度，不肯開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發現從這個延安路高架轉下來以後啊，是看外灘最漂亮的地方。所以當時大家給這個延安路高架起了一個綽號，叫亞洲第一灣啊。這一灣一下來看到最好的景色，原來堵車就更堵了，因為到這兒來都想稍微開慢一點，拍一張照片，看看外灘。真正的外灘呢，已經沒有人进得去了。外灘，它是這個城市黄浦江邊滨水最好的空間，同時呢，外灘又有這樣的歷史建築物，是上海最好的一個景觀啊。那麼它應該成為城市最好的公共空間，而不是就是開車的車道。那我们造城市是为了什麼？造城市就是為了你們汽車開得越快越好？不是的，城市是為了生活在裡面的人有幸福感，是可以漫步的，既有溫度的。武江提到的這種理念，正是近年來城市發展所推崇的步行城市。墨爾本打造20分鐘生活圈，市民在步行20分鐘內可以滿足大部分生活所需。巴塞羅那引入了超級街區概念，將城市的特定區域分割為人行小島，限制汽車通行。漢堡計劃將其40%的城市土地轉變為互聯互通的無車綠色空間。上海呢是比較早的在城市規劃當中就特別強調人行空間。今天凌晨，延安路高架外灘下匝道正式封閉交通，開始拆除，它標誌着新一輪外灘地區交通綜合改造工程正式拉開了序幕。搭橋的這個原來的車流全部把它傾入地下，變成了一個地下通道。隧道通車以後，它沒有紅綠燈，道也很少有堵車。外灘由原來的12車道，又回到了4車道，剩下的部分又全部變成了人行空間。